嗱，咁另外咧就第三隻股票時代電器3898，嗱呢隻永遠都係炒區間32到40，成日都係呢個區間走，即係保利交通道接近底部，跟住上方沽貨底部買貨，上方沽貨。嗱，咁佢最大嘅業務咧就係 IGBT 未來嘅發展前景嘅。咁佢最新嚟講咧，新興裝置業務咧收入咧18.28億，同比增長135%。上半年嘅淨利潤咧8.7億嘅人民幣，同比增長25點幾。最新 P18 倍，即係換言之，我覺得呢隻股票嘅 P 咧係 undervalue 嘅，即係有少少 undervalue 嘅，中間估值偏下嘅水平。當佢去到32蚊或者樓下嘅時候咧，機會我覺得就嚟㗎啦嚇，因為佢呢隻嘅 IGBT 芯片業務咧，其實咧係咩嚟嘅咧？係一啲新能源汽車裏邊咧係必須嘅一啲嘅芯片業務嚟嘅，所以我覺得佢係有機會未來咧係仍然持續係走向上嘅。而家最新股價35個1，都仍然係即係講緊係係喺32蚊樓上多3蚊㗎嚇。嗱，咁另外咧就睇翻佢嘅基本面嘅分析，你睇到嘅嗱。Return on equity 啱啱分析，咪越高越好，保持到15%樓上越好。嗱，呢度我要同大家解釋點解咧，因為我認識呢間公司，點解會跌咧？近嗰3年係會跌咧嚇。嗱，佢未來會慢慢會升嘅，2022年、23年佢會升嘅，預期都幾肯定會升，因為佢股價冇跌到 keep 住喺35啊、36甚至乎40蚊啲水平咧，即係證明個市場預期佢未來咧投放咗好多錢落去嘅。通常呢啲公司前期一定係投放好多錢落去嘅，咁所以佢 ROE 會係跌嘅。OK， 咁但係你睇到睇埋其他指標先，嗱佢嘅現金流係增加喎，但係佢賺到錢翻嚟嘅，嗱佢個資產負債表係增加嘅，咁所以唔需要特別擔心嘅。OK， 咁個 return on equity 你只要解釋得到就 OK 㗎啦。你熟悉呢個行業，因為 IGBT 或者係安森美半導體呢啲咧，佢投放個研發咧係好大嘅。同埋佢必須要投放呢啲研發開支嘅。咁另外一個指標你睇咧就係股息，記住睇一間公司派發股息，因為如果佢派唔到股息的話咧，佢好大機會間公司現金流好有問題㗎。你緊記啊嚇。嗱咁，但係當然派到股息，派好多股息唔代表佢一定係好公司嚇。標去到呢一度啦，咁嚟緊3月28、29號，咁余 Sir 會喺旺角有一個咧實體班嘅股票課程啦，咁會深入同大家去分析呢一啲嘅指標，同埋點樣去衡量一間企業喺呢啲指標上面係咪優質嘅股票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拜拜。